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电视拢有看到，伫10月初7，伫世界国际中间所发生一件大代志。伫巴勒斯坦住伫加沙这个所在的哈马斯的意思就是伊斯兰这个抵抗运动，就是专门反对以色列的一个组织。因迄个间来攻击以色列，用将近5000粒到6000粒的炸弹来空袭，造成将近1400人来死，上时有240几个人因掠做人质。虽望以色列有全世界介先进、介严密的飞弹防疫的系统，但是因为伫即届无够警醒，无法度躲闪即个灾害。但伫昨昏的报纸有咧讲到，以色列已经讲到伫加沙，所以伫美国的调停下面，暂时5日停火，会当救出一寡遮的人质。咱真实的爱为着即个代志来祈祷，恳求上帝怜悯伫即个所在无辜的人民，特别遮的儿童。但对以色列人来看，即场的灾害，敢若是伫瞬间中间忽然间来发生。但是对记载来看，哈马斯事实上是已经有2冬久真心的策划，甚至咱会通讲，整个事件的发生，就爱追溯到伫搁较早进前，即2个民族中间长久历史的渊源。灾难来临，常常是伫瞬间内底。总是这个灾难所会产生，实在是因为已经酝酿一段真长久的时间。传道书内面教示咱讲，因为人的时机伊家己毋知，亲像鱼不幸互网围着，亲像鸟互罗网挡着。在临到的时阵，世间人含落伫迄内面，也是安尼。希望老早就趴伫迄个所在一段时间，将鱼该掠起来，这是伫一瞬间。罗网已经摆咧伫迄个所在，将鸟仔挡着，嘛是伫一瞬间。祸害灾难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临到伫世间人，常常是伫一瞬间。地动也好，风台也好，大水也好，战争也好，常常是伫瞬间中间来爆发。这互咱想起到伫圣经常常提醒咱一项事，咱着爱注意末日的临到。先知一再警醒世间人讲：恁着哀哭，因为耶和华的日要近啦，亲像毁灭者对全能者来。佮讲，因为安尼，灾祸要临到伫你毋知伊对倒落来，灾祸到伫你也袂会通拄去，所以毋知会毁灭，要瞬间临到伫你。敢讲上帝真正会毁灭吗？我希望袂，我想你嘛希望袂。总是圣经的先知讲会，咱的主耶稣嘛讲会。迄个有关能创造人甲万物的上帝，伊也有关能会通毁灭伊所创造的人甲伊所创造的万物。这个日称作是耶和华的日，也是主的日。这个日是咧描写上帝的审判、黑暗甲灾祸的时期。规个中间，先知阿摩斯介早使用这个字。主的日，耶和华的日，伊安尼讲，伫阿摩斯第5章第18节到20节，讲：恁咧仰望耶和华的日的人有灾祸啊！恁啥事伫仰望耶和华的日啊？迄日是暗，毋是光，是亲像人闪撇驶来走，去拄着熊，入厝抢花壁，去互蛇咬着。耶和华的日。这毋是暗暗无光、黑暗无光明吗？
伫即日临到的时阵，在下是一个煞接一个，一拳煞接一拳，互人无法度躲闪。但以色列百姓相信，耶和华的日是耶和华上帝对着以色列对敌来报仇，要攻打因，要刑罚因的日。总是先知却指出，这个日毋仅是要审判外邦的对敌，也要审判以色列人中间悖逆的百姓。上帝要用伊的百姓拜偶像、道德的罪恶的缘故来刑罚因。主的日、耶和华的日，是上帝公开介入伫人类的历史，审判以色列人的对敌，也甲以色列人内面背道的百姓。上帝的审判要对上帝的家来开始。这是一个审判的日，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拢着爱面对。保罗讲，咱基督徒嘛着爱面对。伫罗马人书第14章12节安尼讲，咱逐人着爱摆列咱家己的事伫上帝的面前。兄弟姊妹，你要伫上帝面前摆列什么货？这个在下会来了非常的紧，也无法度躲闪，亲像生囝的艰苦，到伫有身份的妇人人一样。咱知伫古早怀孕生囝是危险佮痛苦的代志，一个女性常常伫产难中间来死去。就是到伫今仔日，医疗非常的进步，生囝犹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未少的人在问：主的日什么时阵到？迄个期是什么时阵？耶稣讲：论到迄日，论到迄时，人毋知，天使嘛毋知，人子嘛毋知，独独爸知哪定。关于主的日，只有一件代志，咱会确定，就是咱无法度确定什么时阵伊会到。伊的确要发生，总是无法度预测伊什么时，因为什么时临到，只有爸上帝凭着伊家己的权柄来决定。遐会欢喜预测什么时阵临到的人，就爱非常的谨慎，免得伫咧预测的时阵冒犯了上帝的主权。耶稣用亲像夜间的贼同款，临到同款来形容这日。耶稣要讲的是要提醒伊的学生，比起咧猜测什么时阵临到，搁较要紧的，就是你爱保持一个警醒的心。何塞主的奴仆必须要常常保持警醒，因为当主人到来时阵，若看见因得警醒做工，因就福气。反倒转，因若是懒散无做工，昏昏沉沉得偷困，那安尼因就有灾祸。但保罗先生对着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讲起主要过来的日，所以这信徒真想要知影，迄日是啥物时阵？若是保罗对因讲，照着耶稣的教示，伊讲主的日临到，亲像贼透暝来。伫这段经文中间，保罗先生特别区别因甲恁。因，这个第3节内面所讲的因，所指的就是也未得到救的人，因也做家己活伫平安稳当内面。保罗讲，当这人嘴咧讲平安稳当、平安平安无代志的时阵，在下要忽然临到伫因。嘴咧讲平安稳当，总是内心无保持警醒的人，在下若到，伊就袂赴通反应。若是伫即个所在第4节所讲到的恁，是指着遐会得到救恩，知影主的日的确临到的时阵会忽然临到，审判要临到的时阵嘛是忽然临到，所以伊的心不管时就做好准备。兄弟姊妹，知影在下会突然临到，所以警醒来准备，这是一种信仰的智慧。一个人若无敬畏上帝，自然也袂在意上帝对着伊所提出的警告。上帝要警告大水要到，
总是只有挪亚伊相信上帝这个经过，所以一厝八口的人相信，要入去到大船内面来闪避大水的灾害。耶稣用挪亚的日来做比喻，伊安尼讲，亲像挪亚的日，人子过来也是安尼。因为大水的大升遐个日，人在饮食，人在过错，人无咧在意上帝所提出的警告。到伫挪亚入大船的日，因竟然唔知；到伫大水来，已经将因灭掉。但人子过来的时阵，也亲像是安尼。兄弟姊妹，你感觉你家己平安稳当吗？但你的平安稳当是起造伫什么款的基础下面？是伫你所已经累积的财富吗？是你已经得到的知识吗？是你的聪明才华吗？你所累积的财富会通救你脱离灾厄吗？你所挖过的知识会通帮助你脱离灾厄吗？唔通掠做你是聪明才智，唔通靠着家己的聪明，唔通掠做一切拢伫你的掌控下面。毕竟，咱毋是万米变迁、世局变化的主人，咱甚至毋是咱家己的性命、咱家己命运的主人。那呢，有啥物人会通来脱离耶和华的日所要带来的灾害啊？保罗先生讲有，当你是光明之子，也是历史之子。咱台语的翻译是该翻做光明的人、历史的人。那华语的翻译是光明之子或白昼之子。伫希伯来文中间，称一个人是某某之子，是咧指这个人有一种的特质。譬如讲这个人是力量之子，是咧讲这个人伊的生命充满了力量。光明之子是讲这个人伊的内心有光明，伊会通讲光明的话，行光明的路，做光明的代志。看光明的将来，若是历史之子甲光明之子是相亲像，因为咱知历史的时阵有光，活伫历史中间，就是活伫光明中间。那圣经常常用光来形容上帝本身，也是形容上帝的话。遐会敬畏上帝、常时照上帝的话来行的人，会通称作是光明的儿女。若是黑暗。所指的就是痛苦甲无知，也会无敬畏上帝、常时无照上帝话去行的人，有一天要陷倒伫外面的黑暗。撒旦是掌管这个暗色的君王。伫圣经中间有一个人，互人称作是黑暗之子，这个人是犹大。约翰福音书咧记载犹大的时阵，安尼讲撒旦进入到伫犹大的内心，犹大的灵魂就黑暗。伊决心要出卖耶稣。当犹大出去要卖耶稣的时阵，迄个时拄是暗暝。有上帝的人会通称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伊也称做光明之子。必须要注意的是，现今的世代黑暗，虽然是光明之子，活伫现今的世代，黑暗的世代中间，也亲像行伫黑暗中间，总是。黑暗暝要过，日时已经近。光明之子无属伫今世黑暗，是属伫将来要来临的日时。当主搁再来的时阵，黑暗的世代要结束，光明的世代要临到。那时，咱毋仅是光明之子，咱嘛是日时之子。所以白昼也是日时，伫这个所在有两重的含义。一方面，伊是指日出到日落的时间，这个时阵有光；另外一方面，伊是只是咧表明一个人伊照上帝的话行，所以伊的内心有光明，伊所行的代志有道德，常时伊的生命非常的善良。若是暗暝，也是夜间，是咧指日落了后，到伫日出之前，迄段时间无有光。一方面，伊嘛是咧指出一个人。伊的灵性黑暗，亲像啉酒醉的人，神志不清，摇摇晃晃。主的日明到，亲像贼来共款，是咧讲贼通常拢是趁着暗暝人咧困，
也是人酒醉、心智不清的时阵，唔知影人的时阵，迄个时阵来啉到。在咧也是共款，要啉到伫活伫黑暗中间，心内黑暗、欠缺警醒的人，因无法度逃闪即个灾会啉到。但主的日是上帝为着人所累积济济的罪恶所发出的受气，用公义来进行伊的审判。对伫活伫撒旦掌权的暗暝，因为互罪恶捆绑，所以内心黑暗的人来讲，即个的确是一个灾难的日。总是一个人若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来得到救，罪得到赦免，上帝要带领伊出伫黑暗，入伫光明。对撒旦的角度，进入到伫上帝所疼的囝耶稣基督角度，那安尼，伊就无搁再属伫黑暗，伊是属伫光明；伊无搁再属伫暗暝，伊是属伫日时。当在的亲像夜间的贼临到的时阵，这个日时之主、光明之主，伊是活伫上帝的光明中间，所以会通逃闪这个灾厄。所以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这信徒讲。恁既然是真做日时之主，但恁着设立，恁着过一个警醒的日子。暝要过，日时要到，所以恁着退掉黑暗的所行，来穿光明的正甲。恁所行着端正、端正，亲像日时共款，目的放纵酒醉，目的好色邪淫，目的三万度，目的三争。恁着穿耶稣基督，目的为着恁家己的肉体来度无。地教恁趁私欲得行，或者讲，这个日时之主，伫伊的心智顶悬，着爱警醒，随时着爱注意，主会搁再来。这个日时之主，伫伊的行为，着爱端正，爱有道德，唔通放纵家己。这个日时之主，伊的心得警醒，伊的行为端正，即教着伫夜间咧啉酒醉的人，心智不清，行为放纵。行路摇摇摆摆，形成上强烈的一个对比。所以保罗继续讲：困的人是伫暗暝困，酒醉的人是伫暗暝得醉。伫暗暝搁啉酒醉的人，唔知灾祸已经临到伫伊。最近无论是伫台湾，也是伫日本的报纸，常常咧报道有一个现象：愈来愈侪的人伫暗暝咧啉水、啉酒，啉甲醉茫茫。行伫路顶，然后掠做家己已经到伫厝里，所以就脱掉伊的衫，直接倒咧倒伫涂骹，结果侪人互车告死。另外，伫台湾发生侪叫做捡尸体的现象。所谓捡尸体，就是讲有一寡女性，因到伫酒吧去啉酒，因为酒量无即个啉酒过头，所以就酒醉，然后倒伫酒吧的门口。也是倒伫路边，结果互一寡男性甲伊捡走，因为伊的身躯拢袂振动，亲像尸体共款，所以叫做捡尸，叫做捡尸体。捡到伊了后，就对伊进行性侵。圣经无禁止人啉酒，总是圣经禁止咱毋通酒醉。有一位信徒真爱啉酒，常时每一届啉拢会啉到酒醉。有一回。伊啉酒了后，拄着牧师，牧师甲伊拍招呼，然后甲伊劝劝讲：你知酒是你一生中间介大的对敌。伊讲：是啊，总是我是照圣经才咧啉酒的。牧师讲：干嘛呢？你是安尼讲？伊讲吼，无毋对啦，我知酒是我介大的对敌，总是圣经甲咱教，讲你着听你的对敌。所以我就听我的对敌，所以就常常啉酒。牧师甲伊讲，无毋对，圣经教示咱就听对敌，但是无教示咱就将对敌啉入去伫你的腹肚内底。保罗先生侪届用这个军装战甲来说明咱基督徒安怎保持警醒。保罗咧强调一项事，就是讲，恁着穿信、甲仁爱。来做好心镜，就用得救的愿望来做头盔。这个所在讲到三项，就是信、听、甲愿望。这个拄回应保罗先生
伫帖撒罗尼迦前书内面，咧讲到帖撒罗尼迦信徒时阵，伊咧学乐遮个信徒，讲恁遮个信徒值得学乐，因为伫恁的生命中间有信、有梦、有听，这三种的美德，这三种的美德会通伫即个邪恶黑暗的世代中间，成做保护咱的战甲。当咱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当咱对着兄弟姊妹会通彼此确实来相听。这个亲像护心镜一样，每时刻咧守护咱的良心。若是仰望，就亲像一个坚固的头盔，会通保护咱将来的方向，互咱确实知基督是咱的生命。到伫伊显现的时阵，咱也要甲伊同齐显现伫阳光的中间。但兄弟姊妹，上帝是公义，所以上帝的确对罪有受气，也对罪有刑罚，有一天也对罪有审判。总是圣经甲咱见证，上帝是疼甲怜悯，所以要拯救人脱离罪甲灾厄。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一方面就知上帝疼怜悯的恩典，一方面咱爱来亲像摩西这位诗人所讲的，咱就知上帝受气的关系。就照上帝认为来知伊的受气。当咱若袂记即上帝公义甲上帝的受气的时阵，咱的生命会失去敬畏甲着庄严。当咱若愈知影敬畏上帝愤怒的权能，咱就愈会学乐上帝对咱大的恩典。咱会通深深感谢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互咱会通脱离上帝对罪的愤怒。上帝爱万人得救，无爱一人沉沦。可惜，咱常常沉沦伫罪恶的快乐，来忽略上帝公义甲将来的审判。感谢上帝，因为对伫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上帝对着咱所存的心意，毋是定着咱就要拄着刑罚。是伊定着，咱要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拯救。对着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来讲，当耶和华的日临到，嘛是伊身体得到赎回的日子的临到，这是伊得救最后的一个完成。但是对着一个无得救的人来讲，主的日是一个刑罚、灾祸、审判的日。上帝所赏赐咱的救恩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咱会通对三个阶段来了解伊的完整性。就过去来讲，咱因信称做义，罪得到赦免，已经脱离过去罪恶的捆绑，以及这个罪所带来的刑罚。那就现在来讲，咱还阁活伫日子，咱得到上帝的保守，上帝差遣圣神保惠师来带领咱，来引带咱，互咱脱离罪的关系。罪无搁再做咱的主人，咱的身躯也无搁再成做罪的器具，咱的身躯会通成做义的器具。圣神要踮伫咱内面，所以咱的身躯成做上帝的圣殿。咱的生命一步一步会通迈向正成的过程。那对你将来来讲，当基督搁再来，咱的身躯要得到赎回，要改变成做搁活搁荣耀身躯。咱的生命完全来脱离罪的影响，上是甲主同齐得到荣耀。为着要成全咱完整的救恩，耶稣基督伊就要付上极大的代价，伊替咱死，互咱若是死，是死伫伊内面；伊有搁活，互咱现主是活，是活伫伊内面。当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阵，迄个伫耶稣基督内面困去的信徒，也是抑搁活伫的信徒，要同齐受提。伫分中甲主相见，基督徒伫即个世间，只要你还阁有一个身躯，你会拄着患难，尤其你会拄着撒旦对你的引诱、欺骗，甚至对你的攻击。拄亲像撒旦引诱亚当夏娃，欺骗亚当夏娃，然后攻击约伯同款。上帝应准撒旦引诱人、欺骗人、攻击人，是爱人来操练。敬虔过日，总是当主来临的时阵，带来的灾祸，这毋是为着
这个敬虔的人所备办，是为着无敬虔的人所备办。迄个伫耶稣基督内面敬虔过日的人，就会通得享这一切。耶稣基督是教会头，伊伫十字架顶已经为着教会承担一切罪的刑罚。教会是伊用重价所买得来。当基督搁再来的时阵，除了审判这个世间，上时伊要做一项事，就是要赢取教会，成做伊的新娘。基督为咱死，互咱会通伫伊内面活，因为伊来活，为着伊来活，上时会通永远甲伊同活。拄拄因为耶稣基督搁再来是要来赢取伊的教会，所以咱成做教会集体的一份子，咱就爱保守咱家己本身的性格，忠心伫主交托咱的事工，过一个敬圣的生命，咱成做一个光明之子、日时之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对咱所讲的话。光伫恁的中间，也有念仔久的时，恁有光的时，恁就行，免得暗到伫恁。迄个行伫暗的，伊毋知，伊要行到呾落。恁有光的时，就信光，互恁成做光明的人。亲爱兄弟姊妹，咱基督徒就爱做日时之子、光明之子，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内面，互国我的基督活伫咱内面，互真理的信心点伫咱内面，互咱的内心有光明，互咱所讲的话有光明，互咱所行的路有光明，互咱所做的代志有光明。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的一生中间有一个代志会突然发生，有的带予阮惊奇甲欢喜，有的互阮惊吓甲烦恼。突然间来临的灾害甲毁灭，要亲像夜间的贼临到，是啥物人会通得闪啊？爸，阮的上帝，阮要学习敬畏你。因为你是公义，你必然对着阮所犯的罪受气，刑罚也有一天要审判。都是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怜悯阮，伫耶稣基督内面，你已经有赦免阮的罪，佮称阮罪义。我要大大感谢你，因为你对阮所存的心意，毋是定着阮要来拄着你的受气甲刑罚，是爱阮对着阮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拯救。求你来帮助阮，互阮长久活伫你的救恩内面，做一个光明之子，做一个日时之子，过敬圣的生活，通得享迄个亲像贼忽然间临到的灾害。主啊，保守阮脱离迄个灾害。主啊，帮助阮做光明之子，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我感谢你，为着听我，你为我死，带我对风，一日光明国度，开我目睭通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为我流出阮的宝贝，对宝贝世界，你阮的你，互我心自由欢喜，宝贝是你我永赐我命。主耶稣，我爱你，我为是你的救赎，是你所立。
日光明古道，开我目睭通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为我流出阮的宝贝，对宝贝世界，你的温甜美丽，哦，我心自由我的，宝贵是比我流出我名，主耶稣，我拜你无所，宝贵是比属是你所立的约，你的条下了我归属，宝贵是比我流出我名，主耶稣，我拜你无所，宝贵是比属是你所立的约，你的条下了我归属，宝贵是比我流出我名，主耶稣，我拜你无所，宝贵是比属是你所立的约，你的条下了我归属。